因有丰富生态景观的渔光岛，每到假日总是吸引游客来行搭。尤其今年3月花开的季节，伫路边所栽种的日本樱仔花全开碳100多公尺的花海相当美丽，嘛成为随福异地中心每礼拜一摆所规划社区活动真好的所在。学员伫教保人员带队来赏花，要来翕相，学员嘛一直回应作水。假是附近的居民讲，花种10多冬来，今年盛开上水。即马啊，到即个时阵啊，阮农历吼，就连2月3月嘛，3月这时阵，哦，迄个樱仔花开啊，足水，啊，足侪人来咧翕相、欣赏安尼咧看，拢安尼啊，真侪啦，侪人来。啊，今年花开了水啦，开了足招红、足水、足侪。随福异地中心为了让学员融入社区，了解社区的生态，进一步甲居民互动，除了季节性的时节来赏花以外，来到公园游乐设施嘛是因上食行搭的所在。季节已经互因未退休，愿意行出户外接触人群。难得因为现在是春天嘛，所以我们刚好地利之便，就带着我们的服务对象来这边看花。那这个公园也是我们瑞富的学童呢，我们瑞富的服务对象常来的地方。那我们也配合社区活动的一个单元的一个课程的进度，让我们的服务对象能够了解社区的生态，还有跟居民们能够融合，然后第一个让居民呢对我们的身障朋友能够多一层的认识。后一摆若经过花海，看见这群古水学员，不妨甲因拍一声招呼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